立足澳門嘅電子設備分銷商亞洲先鋒娛樂今年迎嚟公司成立嘅20週年，見證住澳門同埋亞洲地區嘅博彩業成長同埋發展。為咗慶祝呢個特別嘅時刻，亞洲先鋒娛樂喺早幾日喺永利皇宮舉行咗簡單而隆重嘅週年慶典活動，匯聚咗一眾行業專家、合作夥伴出席，共同見證公司呢個重要嘅里程碑。亞洲先鋒娛樂行政總裁吳文豪接受訪問時就話，公司喺20年間經歷唔同階段，由2018年公司上市，直至疫情至今，公司嘅業務已經逐漸重上軌道。未來係正面嘅，非常之正面嘅。OK，咁我希望澳門政府亦都可以增加我哋澳門嘅基數啦。OK，咁而家我哋澳門基數係12000部，咁啊希望喺不久將來我哋可以去到19000部啦。咁啊我哋19000部我哋係可以綽綽有餘嘅，可以容納到。咁同埋澳門亦都想轉型做一個 mass market 嘅環境，咁呢個國指老虎機係非常之好嘅。如果去到19部。吳文豪又認為公司最大嘅優勢係能夠更靈活咁引進世界各地嘅產品去到澳門嘅市場，按照市場需求快速調整產品，從而提升市場嘅適應力。對於未來嘅發展，首席財務官陳子倫就話，由於全澳賭台設有上限，加上賭台佔澳門賭收高達93%，而博彩機淨係佔咗7%，因此將會係未來博彩市場擴展嘅重點。佢又提到，近年澳門大力提動非博彩元素，亞洲先鋒娛樂亦配合政策多元化發展。咁 APE 咧，其實都一路跟住有 diversify 咧，除咗喺 gaming floor 做嗰啲儀器咧，我哋有喺 outside gaming floor， 其實我哋做啲 vending machine 啊，啲叫售賣機，應該係澳門第二最大個 supplier。亞洲先鋒娛樂亦擁有自家品牌嘅咖啡機，同時為澳門本地品牌產品提供銷售渠道。多元化策略不單止拓展咗業務範疇，而且係促進咗本地產業發展。